泡温泉爱去爱压一寡火入去内底。金针花怎粉？我甲头家讲，借着咱金针花来压着，是因讲无问题啦。金针花可说放油草，哎，这若落顺尔，咱就啥物烦恼拢无。哎呦，我要压落啊！ 14了，回我要压落啊！ 14了，还这边得来哦。安尼有够无？哦，安尼有够？啊，就这样。哦，我留一寡我家己用啦吼。哎，这温度拄好呢。哦，就好哦。哦，无来拢唔知影哦。是啊台湾遮水。这次厝吼，上届主要就是讲，这个风台啦，啊个地动啦，是。啊个遮个观光的事业吼，比以前安尼较歹。较早时代塞车，嘿啊，要起来我都起来嘿啊，无停车位。所以讲你这甲咱遮个农民吼，小支持。爱啦。你若讲路若通啊，哦，或者是咱的这个铁路拢 OK 啊，天气即摆若较好啊。嘿啊，嗯，你就较正啦。拢讲是我甲你讲真正袂好诶，推广遮个观光事业啦，真正赞诶。尤其是富丽遮个所在吼，米活得真好，嗯，金针嘛真好，是地嘛好，哎，好山好水。会来到遮吼，毋若讲这个风景水啦，是啊，互你看到敢若无油无臭，你食到的物件拢有机无毒的啊，嘿啊，你啉到的物件是冠军的呢，真舒适。